设置大使馆，非常欢迎，因为目前我们17个友邦在台湾就只剩下圣文森还没有设馆，那么我们欢迎他的，我的印象是总督，天祥科长那边可以跟我确认一下吗？我们的印象是由圣文森的总督，那么他打算亲自过来，然后有个开幕的仪式。那地点呢，我们目前规划可能会是在我们的使馆特区。相关的行政协助，因为应该是这样说，圣文森他的国会也通过了相关的预算，那么外交部这边也都会提供必要的这些行政的协助，等等啦那我们希望都能够一切顺利，如期展开。那个至于这个警用车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跟圣文森一直有这样的合作关系，所以他在警用车这一次的数量是8辆。对，那这也应该是第2次啊，这不是第1次，我们过去也都有一个这个警政方面的合作，最主要是维持它的社会的治安。